新政府班子嘅人選獲中央委任，政府第二把手政務司司長由林鄭月娥出任，曾俊華繼續做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就由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袁國強出任。被譽為好打得嘅林鄭月娥在任發展局局長期間民望高企，處理過多個燙手山芋，包括皇后碼頭搬遷、碼頭圍道唐樓倒冧同埋新界丁屋唐英年以及後任特首梁振英住宅嘅僭建問題。至於袁國強本身係資深大律師，佢08年尋求連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時，接受委任做廣東省政協，引起法律界強烈意見。政策局方面，5個局長會過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繼續由譚志源負責，曾德成留任民政事務局局長，陳家強、蘇錦樑同張建宗職位不變，傳統由現職公務員擔任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由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鄧國威接任，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升任做局長，身兼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嘅教院校長張炳良離任後加入政府，擔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前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麥齊光將會做發展局局長。新班子亦都有多名專業人士，包括資深人力資源顧問吳克儉會出任教育局局長，梁振英嘅支持者骨科醫生高永文將會掌管食物及衛生局，建築師嘅黃錦星出任環境局局長。梁振英話未來5年會同佢嘅團隊建立面向市民嘅政府，上任後會去齊18個區聽意見。我同我嘅問責團隊日後會朝住呢個目標努力，建立面向市民嘅政府，聽市民嘅心聲，收集民間嘅智慧，團結一致。7月2號，我同政務司司長同埋其中一啲局長會先到6個區跟市民會面，聽取訴求同埋意見。接住嘅2個週末會到餘下嘅12個區同市民會面。梁振英又話問責官員日後會同公務員團隊緊密合作。我同我嘅問責團隊會同公務員同埋公務員團體緊密合作，榮辱與共。我會確保公務員體制嘅完整同埋公務員隊伍嘅穩定，亦都會細心聆聽公務員嘅意見，聽定撐公務員。梁振英形容新班子有衝勁，喺各自工作範疇有出色表現。面對未來，即使前路崎嶇，佢有信心迎難而上，唔會辜負市民嘅期望。